华视在地新闻继续来看，咱台湾有一个变数红到日本去。原来是日本有一个网友到苗栗一座休闲农场，发现绕岛的造型真特殊，有日头花型的，有卡拉花型的，嘛有猪笼草型的等等，所以就甲带上网络，甲大家来分享。结果引起大家热烈的讨论，讲迄个绕岛开喙的花口，设计甲真大口，袂输要共吸入去共款，实在无啥家己的遐方便。啊，农场的主人讲，当初的构想是要把花融入去变数内底，想袂到会因为日本网友的分享来拍出名声。这是日本的网友伫推特分享到台湾来佚佗伫变数翕到的相片，各种花草造型的小便斗、粗桶有猪笼草、日头花等等，这个花开口向使用者。引起网友热烈的讨论，有人讲放袂出来，更较趣味是有人讲感觉会输入去。来到翕相的地点是伫苗栗一间休闲农场。第一朵花是猪笼草，它有个盖子哈，大家知道猪笼草是食虫植物哈。然后再来就是百合，海芋啊，还有一个比较特别叫拖鞋兰哈，很可爱的。然后最后一朵是做的比较小啊，小朋友比较喜欢的叫向日葵。大概5朵花，我花了大概台币20万。农场业者讲，希望互游客去变数的时有压花的感觉，同时嘛了解这产业特色，这将这变数改造，游客嘛感觉真趣味。很特别。对，这种感觉是怎样？很自然。很自然。对啊。不会，很漂亮，不会怕。台湾的乡亲是感觉讲真有特色，袂有障碍。本来普通的变数想袂到讲加在地花草的特色，经过日本网友的宣传，红到国外去。